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去宜兰了解后备礼部3营的教育调及训練，有無人機的操作高小部隊戰鬥等訓練。總統嘛強調講，國軍官兵雖然是前線線的主戰部隊，也毋過後備部隊是咱國家整體防衛力量的基礎，有實力才有真正的和平。不可能靠一紙和平協議就能夠獲得，也不可能屈從侵略者的主張，就有辦法得到和平。即便是要去進行和解的工作，也必須要有強大的力量做後盾，才能夠保護國家整體利益。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做後盾的話，所謂和解，最終都淪為投降而已。總統表示講，政府提出8檔總經費1.25兆的國防特別預算來打造台灣之盾，望講第一時間來保存咱國軍的戰力，保護關鍵基礎的設施，賣當來保護咱國人性命財產的安全。